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群已成功入侵东南亚和中亚多个国家的电信网络，透过网络间谍工作追踪在这些亚洲国家旅居的维吾尔人。报道周四引述情报官员与安全顾问称，中国政府对旅居这些亚洲国家的维吾尔人展开网络间谍工作，是北京当局针对例如外交官与外国军方人员等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人员，发动更大范围间谍活动的一环。不过，中国在这项黑客间谍行动中，也将北京方面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维吾尔人行踪，例如优先追踪目标。北京当局下令各个层级的黑客入侵多国的电信运营商，包括土耳其、哈萨克、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鉴于购买 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土耳其的实力和国际问题的影响力，7国集团应接纳安卡拉。在俄罗斯最东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办的第5届东部竞技论坛上发表讲话的普京说，鉴于在购买 S-400之后，土耳其航空领域受到保障，在国际问题和地区的角色，土耳其的工作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普京说，中国、印度以及土耳其在国际角色框架内适于这样一个平台。在2016年伊朗与中国签署的25年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框架内，中国将在伊朗进行4000亿美元投资，投资领域包括石油和交通基础设施。据石油经济学家称，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于8月底访问北京时，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交了实现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路线图。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迪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印度1年内向俄罗斯订购了价值145亿美元的武器与其他军事装备。舒加耶夫说，截至今天为止的1年中，订单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1年，总共145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哈萨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生产了超过15亿吨石油和7410亿立方米天然气。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波斯姆巴耶夫在庆祝哈萨克石油120周年的框架内，在阿特劳市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该国石油总生产量15亿吨。波兹姆巴耶夫说，在此期间，该国生产了7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总石油收入为31.6万亿间隔，约合816亿美元。他说，随着每个新项目，石油部门在独立期间增加了产量、营业额和潜力。哈萨克斯坦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